地公会带着亡灵通过阴阳河，那时候亡者才知道自己过世了。那有疑问就是说，在这49天里面，亡灵不知道他已经过世了吗？那假设说我们有求道、修道，又有研究心理心法，启发我们的真心佛性，我们直接回归本位，就不用经过那些过程，是吗？对，因为我们这个求道以后最重要就是我们有表文，那表文一升天那个第五丁的满卦我们那个生死簿名字已经划掉了，然后我们在凡尘都没有求到，他呢这个归空了以后，我们要了解说一口气虽然不来，可是我们大事阿赖耶识还在，还没有全部都离身了，没有离开身体，所以那个时候家人的都有那个言行呢，那个死者都知道，所以最好在那个时候就是家人不要哭了，哭会让那个亡者走不开，舍不得走了。那一方面我们也要了解说，虽然那个一过世了以后阴呢就进入中阴身。那这个中阴身我们要知道749天都是中阴身可是有的中阴身他在凡尘，假如说一点善事都不做，那他过世以后没多久他就已经不能动了，虽然有中阴身也不能动了。那假如说在凡尘他有行善又有布施，心地也很好，他的中阴身就可以自由自在。虽然说已经过世了，可是他又可以要到哪里就到哪里，可以有那个自由自在的那一种状态之下呈现。那我们求到那根殊胜这个归空了以后就可以归到我们的那个圆满，尤其有修的话那更理想我们呢可以回归到本位。那我们要知道说这个都不能说空口说白话，一定是你要本身实际的作为这个有行善的，他的中阴身呢可以自由又可以这个我们了解49天之中它可以随意而往，去倒伊就会再去倒。那我们一般大概都没有办法到这个程度了，都会这个真正的一断气了没路可以走，所以或者会讲说我们这个一断气了就紧张了，不断气都没关系啦，断气就紧张，没有路。我们你看我们现在身体好好的，走东往西走自由自在，可是那个我们要了解说一断气以后那个已经都不行了啦像或许这个前几天这个不省人事的时候这个一步也没办法走了那个就真的就是可以体会你一步也没办法走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那个修正非常重要修正让你的这个佛性又可以，虽然说已经身体不行了，不行都很奇怪。那个进去那个急诊室医生就赶快照超音波，看到我就挤成一堆要成一堆，然后又黑质发炎，医生就说赶快，这个已经那个扩散了，里面已经扩散到肝了，扩散到肾很严重了，要马上开刀。我那个时候我都很奇怪，我都不省人事竟然医生在询问这个他家属同意
啊，假使阮厝的人，咱唔知倒一个要做主来挖啦，开刀，哦，很紧急，我说不要，我都唔知人，我佫会不要。加在哦，加在不要，啊无一声来要哦，迄倒一个开个飞地楼吼，真恶解调倒转来，很不容易调回来。啊，所以啊，那个主治医师啊，他就打抗生素，本来都是要一个疗程才打，我那个时候就马上打那个抗生素，还有不知道打几支嘞，那个点滴里面的抗生素，然后再拿新的来打抗生素，我几位吃干了，我都不知道了，然后已经在病房，后来清醒过来。清醒过来的时候，39度2，40度我都不知道了，降下来到39度，一样又经过很久时间都不动，虽然点滴一直打都不动，然后就那个精油抹了以后，一度，一天之中就降下来。然后隔天那个主治医师来续航，我就起来跟他讲话。怎么这么神奇？人都要死啊，怎么叫我压我？压我肚子，因为5脏6腑都挤在一起啊，压我肚子。我说不痛，那不起反胃啊，不痛。无你这么多咧听，看看，什么话他来？所以那个主治医师很迷惑啦。伊讲平常讲已经唔知人，即摆哪会变做好到靠家己的便当。然后说旁边很多那个实习医生啊，就问那个主治医师说再检查一次。那个主治医师说不用，明天就这样的话就出院。所以进来很挤啊，一挤的时候5脏6腑挤在一起，已经都什么扩散很严重。然后第2天说没事，第3天说出院。这个真的没办法想象在无意识之中我竟然也会回应，我说不要。后来他们跟我讲，我在回想。看不了，是我想的吗？我都不知道人啊！我从进急诊室到病房，这个中间怎么经过我都不知。但是伫个病房我就知伫厝的还那个叫救护车我都还不知道，怎么到急诊室我也不知道，都不知，都不显得是。我讲人若要行嘛，真好势呢。安尼莫甲我救我气就好啊，就走了。我说不行呢，这个上圣佛还没传完。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前贤班。